在地新闻继续来看嘉义县的青皮碰柑，今年大丰收。除了中国香港东南亚市场之外，即卖嘛外销36吨到加拿大。今年这个碰柑的外销有希望来突破到500吨。今年嘉义县的碰柑大丰收，农民赶紧咧采收，想要让农民更较好的收入，来全力拍通外销通路。三峡合作社内面无用装修，才人想要出货到加拿大。 透过这的贸易商，那行销到全世界，我想这个对农民的收益跟稳定国内市价来讲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。那外销中国东南亚、加拿大的人嘛，当食到碰柑的美味，农民增加收入，拢真欢喜。量一年的增加，这果农今年也袂晓欢喜啊。 一箱一箱搬出货柜，全部拢是来自屏东的金蕉，加日本珠城县签约18栋，拢销往海外。 这个香蕉的价格在已经最高已经到21块了，那至少还有16块。那今天我们出去的香蕉是1公斤32块，32块，所以这样子的话，对我们农民的收益确保有很大的帮助。以高品质为策略的导向，嘛锁定东京奥运，希望会当就这个机会来宣传台湾的水果，提升台湾农产品的知名度。